喺熒幕上面肯做幾十年綠葉嘅佢，背後嘅故事真係唔簡單，唔單止有演技撐場，仲有低調到唔捨得講嘅名門背景，仲有連央視都要為佢發聲嘅家國情懷。呢個喺港產片、港劇裏面陪住街坊長大嘅歡喜哥，走嘅時候成個香港都唔捨得。香港影壇突然傳出噩耗，76歲嘅許紹雄過身咗。消息一由傳媒放出，即時刷爆朋友圈同社交平台。有街坊話聽住佢把聲，睇住佢個樣長大。有劇迷即刻揾《使徒行者》嘅片段重溫，連 TVB 官網都即刻換上黑白色調，首頁彈出佢歷年嘅經典角色合集。成個娛樂圈浸喺傷感裏面，周潤發、佘詩曼、黃宗澤呢班同佢合作過嘅藝人，個個都發文悼念。發哥話佢係個好前輩，拍戲永遠唔計較戲份。阿佘更話取消咗當日嘅工作，想靜靜懷念佢。不過最令人意外嘅係，連央視都罕有出手，當日下晝就轉發咗許紹雄生前提早錄好嘅全球華僑華人春晚片段，文案寫住以僑批傳情，以角色載道，字裏行間都係尊重。睇完成段片先醒起，原來成龍當年喺吳孟達喪禮上講嘅說話，用到許紹雄身上，一啲都冇錯。歡喜哥許紹雄過身，從肥差人到港劇定海神針，香港養和醫院外面圍滿記者，許紹雄嘅家人着住黑衣，戴住口罩，低住頭咁離開，全程冇講一句話。之後醫院發聲明，證實許紹雄因癌症引發器官衰竭離世，享壽76歲。好多人都唔信，前幾個月仲有網友喺廣州許地佢祖籍順德嘅家族舊居拍到佢，當時佢仲笑住同街坊打招呼，話返嚟睇下老祖宗嘅地方，點知轉頭就天人永隔。講到許紹雄嘅演藝生涯，真係一步一個腳印。佢1972年就入咗 TVB 藝員訓練班，同鄭少秋、汪明荃算係同期，但開頭嘅日子真係好難捱，因為外形唔算靚仔，身材又有啲圓潤，佢只能演啲路人甲角色。最常見嘅就係肥差人街坊阿伯，連個角色名都冇，劇本上淨係寫住差人 A、鄰居 B。有次拍網中人，佢要演一個被主角鬧嘅小警察，鏡頭只得3秒，佢都提前背好台詞，仲同導演研究被鬧嘅時候應該眼望地下，顯到委屈。同事笑佢黐線，呢啲戲邊個會睇？佢就話就算得一個觀眾睇，都要演好佢。就係咁樣死合，佢慢慢喺 TVB 站穩陣腳。90年代拍暗戰，佢演過貪靚又嘴賤嘅黃啟發督察，同劉德華對手戲嘅時候，一句你個衰仔又走咗成咗經典。後來拍澳門風雲，佢演嘅奔馳哥，成日掛住我㗎 Benz 啊，搞笑又接地氣，連小朋友都識得模仿佢個語氣。不過真正令佢出圈嘅，始終係2014年使徒行者嘅歡喜哥。呢個角色又奸又有苦衷，開頭大家都以為佢係黑警，最後先發現佢為咗報妻而首先扮壞人。許紹雄為咗演好呢個角色，特意去監獄附近觀察放監人士嘅眼神，仲學埋佢哋行路嘅姿勢。劇集播出之後，歡喜哥紅到爆，連導演都話原本安排佢第10集就死，點知觀眾反應太大，逼住改劇本留佢到結局。憑住呢個角色，佢攞到 TVB 最受歡迎電視男角色。上台領獎嘅時候，佢笑住話做咗幾十年配角，終於有人記得我個名。台下好多前輩都眼濕濕。喺 TVB 嘅幾十年，許紹雄就好似定海神針，無論套劇係古裝定現代，無論主角係新人定老戲骨，有佢喺度搭戲，成個劇就穩陣好多。入行超過50年，佢拍咗超過200部劇同電影，從來冇試過做主角，但觀眾提起佢，都話有佢嘅戲先好睇。有次採訪，記者問佢唔想做主角咩？佢就好豁達咁話主角壓力大，我中意演配角，可以試更多唔同嘅角色，仲可以偷偷睇主角點演，偷下師。呢種唔爭唔搶嘅性格，令佢喺圈中人氣好高，後生演員都中意同佢合作，話紹雄哥會提點我哋，唔會鬧人。低調名門之後，太公係慈禧乾仔，卻中意做街坊演員。好多人都唔知呢個成日演街坊阿伯嘅許紹雄，
其實係名門之後。佢祖籍廣東順德，家族許氏喺清朝就係當地嘅望族，靠做絲綢生意同玉石生意發家。佢太公許應決更犀利，係清朝嘅一品官，仲做過慈禧太后嘅乾仔，有紫禁城騎馬嘅特權，即係可以喺皇宮裏面騎馬。呢個榮譽喺當時好少人有。佢姑婆許廣平就係魯迅先生嘅夫人，當年喺文壇都好有地位。不過許紹雄從來唔喺人面前提呢啲威水史。有次拍順德人家，劇組去佢家族舊居取景，導演話可以提下你嘅家族故事，增加劇集話題，佢都拒絕，話我係演員，靠角色說話，唔靠祖宗。佢仲同劇組講唔好搞特殊。佢同其他演員一樣，食飯盒，住劇組酒店。有工作人員回憶，拍外景嘅時候，佢仲會自己去茶餐廳買早餐，同老闆熟絡到可以賒數，完全冇明星架子。佢嘅低調仲睇而家生活上，佢住喺香港九龍塘嘅一個普通屋苑，唔係豪宅。平時出行多數搭地鐵或者巴士，有街坊拍到佢喺超市買餸，仲會討價還價，呢個菜平啲啦，我成日幫襯㗎。佢中意飲早茶，經常去同一間茶樓，坐嘅都係街坊位，會同隔離台嘅阿伯傾偈，講下賽馬，講下時事。有次有粉絲認出佢，想同佢合照，佢都好樂意，仲話唔好開閃燈，驚嘈到其他人。佢對家族嘅情懷更多係藏喺心裏面。佢曾經捐錢修復順德嘅許氏宗祠，仲參與編撰家族族譜，但都冇聲張。係後來宗祠管委會嘅人透露先有人知。佢話祖宗嘅嘢要保住，但唔使拿來晒。呢種態度同圈中啲晒家底嘅明星完全唔一樣。成龍當年說話一啲冇錯，細角色都可以剛大情懷。仲記得2021年吳孟達過身嘅時候，成龍喺喪禮上發言，話好多人覺得主角先重要，但我覺得好嘅配角一樣可以影響好多人。愛國情懷唔係掛喺嘴邊，係刻喺骨子裏。明星同名人更應該用自己嘅行動帶動身邊嘅人。當時好多人都贊成龍講得好，而家許紹雄過身，大家先醒起佢同吳孟達一樣，都係用細角色剛大情懷嘅人。許紹雄雖然少講愛國呢啲字眼，但佢做嘅事都好實在。比如佢拍咗好多以香港同內地為背景嘅劇集。使徒行者裏面有好多香港街景，順德人家裏面講內地嘅發展。佢話希望透過劇集，等更多人了解香港同內地嘅故事。有次佢去內地拍戲，遇到有工作人員唔識講粵語，佢就主動學普通話，話大家溝通好先可以拍好戲。佢仲好支持傳統文化，比如佢經常去睇粵劇，仲捐錢支持粵劇學校。佢學過書法，有次慈善拍賣。佢寫嘅一幅《家和萬事興》賣咗10幾萬，全部捐俾兒童慈善機構。佢話傳統文化係根，唔可以丟。而家許紹雄走咗，但佢嘅角色同精神仲喺，街坊會記得《使徒行者》裏面嘅歡喜歌，劇迷會記得《暗戰》裏面嘅黃啟發，華僑會記得佢講僑批嘅樣子。TVB 已經決定喺下個月重播佢嘅經典劇集，作為紀念。佢祖籍順德嘅許氏宗祠亦會擺上佢嘅照片，供後人緬懷。有網友話許紹雄就好似香港茶餐廳嘅凍檸茶，唔起眼，但少咗佢就唔夠味。確實，佢冇主角嘅光環，冇明星嘅架子，就係一個認認真真演好每一個角色，踏踏實實做人嘅演員。而家佢雖然走咗，但佢嘅低調，佢嘅堅持，佢嘅家國情懷，會一直留喺大家心裏面。呢個先係真正嘅傳奇。